第七场媒体见证由经发局长甲民间所筹组的机构智慧金拓公司正式签约，除了宣告沙仑科学城智慧能源的管理甲营运即将成功，嘛向前产官学要共同齐心，将沙仑打造成全国第一个智慧绿能示范园区。有别于过往就是单纯只有安装太阳能，然后太阳能的这个电力卖给台电，那这个主办机关收取回馈金，这是一个传统过去10年的做法。我想这次台南市政府用一个很创新的做法，希望我们在这个区内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场域所建置的太阳能光电，都可以以优先把它转售给区内的用户为主。那这样子一来可以减低台电的这个财政负担，二来又可以真正来协助区内有意要减碳的这些公司能够达到减碳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就不是只有太阳能光电的建置，包含像刚刚提到的储能，还有比较复杂的智慧电网跟这个虚拟电厂的管理，都是在国际上面很先进的技术。那怎么样在台湾可以落地，真的可以用一种商业模式来服务这个在地更多的这个厂商，是我们在这个计划被这个台南市政府所赋予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这对外部效益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智慧电网，那也可以让区内区外它本身就可以有更平衡。那其实我们台南市的太阳能光电装置这个备案容量是全台湾最高的，但是有些地方因为它位处很远，所以说它要等馈线要等并网但是如果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小电网，或者各自有各自的智慧电网的话，那这样子弹性就更多。那中间呢，因为电力输送所造成的耗损就会更少。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对绿色经济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摆由政府提供公有地、民间家己规划申请所建立的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总投资8.5亿，兴建期5档，20档的营运期，已经不只是太阳光电，也还有欠电加智慧电网的建立，唔惊熊熊停电。除了台电自己在做所谓的微型的智慧电网之外，透过民间的协力，由民间来做投资，进行相关的一个智慧微电网。这个对于电网的分散跟电力供应的稳定性是会造成很大的帮助。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太阳能光电它的这个部分就是白天有用那晚上怎么办呢？就透过储能的方式，透过这个尖峰我们多出来的电力来提供给夜间的一个使用。当然，电费的部分也诚如刚刚陈董事长所讲的，不是单一只有在跟台电这样的一个售电的情况。那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间企业共同来参与。公部门甲民间协力，都来用绿色能源，要来点光沙仑科学城，更是要为台湾能源的转型，甲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